咦，既然今日咁難得我捉到阿 Sam 喺呢個維多利亞海港呢一度，一個夜景，咁我就想嚟翻我最早嘅初衷阿 Sam， 你可唔可以唱一首歌俾我聽？得，一定得。鐵塔凌雲啊！好，鐵塔凌雲，望不見歡欣人面，富士聳峙，聽不見遊人歡笑，只有神像在遠方迷霧。山長水遠，未入其懷抱。彈到灘岸，點點輪光，豈能及漁燈在彼邦？俯首低問，何時何方何模樣？回音輕傳，此時此處此模樣。何須多見，復多求，且唱一曲歸途上。此時此處此模樣，此模